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的。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国内消息，民进党的立委张嘉宾的服务处是办一个登山活动，不过这带队的办公室助理算是去互好校帮订着，规身躯顶30几拍送医救无转来。这后续就要结束啊！若想要把握时间去爬山的观众朋友，就要注意。爬山爱穿较浅色的衫裤，莫溼芳水。拄到野生芳的时阵，就要冷静慢慢退后，千万莫去危险，才袂刺激到因自身危险。消防队员集合天暗入山救援，患者倒伫软架，疼甲一直哀，众人合作做伙用行，甲人运落山。我的伙伴，他可能步伐比较快吧，但是他就是一到一个转弯处，就跟我们讲说有蜜蜂，然后会攻击，他直接说会攻击，他就讲他赶快叫我们往上跑，不要过去，他就一个人就在那边。警驾真侪伤口大面积红骨症，脚只位顶到下超过30位，拢有同款伤势。41岁姓洪带队的去互虎头芳顶伤，把分气肺用低，经过送医抢救，也是传来歹消息。带领这次活动，我们服属的同仁，却在送医急救后不幸宣告不治，我们都非常的难过与不舍啊！我们会在之后全力的协助善后的事宜。原来这个活动是立委张嘉宾服务处主办的，带青年志工团一行20多人窜过台东浸水营古道，下晡4点外去拄到芳镇攻击。身兼带队姓洪服务处的助理提醒爱贴贴，传来敢若2个学生囡仔去互芳定着家己脱困，只是伊家己煞不幸过身。秋天它是一个繁殖期。进入它的领域，它就会攻击。普通攻击的危险性就是说，它攻击了以后，它会把它的贿赂们打在你的被攻击的地方。然后第二只虎头蜂它就会定位，你怎么跑它就怎么追。有敌避的黄文玉虎头蜂它比较会离开啊。已经秋季啊，爬山一定爱洗字。有专家表示，目前是芳镇生炭期，若是踏入野芳生炭地，都可能去互芳攻击。建议若是爬山，莫穿伤过显目，也是乌色的这种较深色的衫啊，佮莫喷芳水。爬山的时阵一定爱注意4颗链顶，原则上爱保持距离，冷静慢慢贴贴，千万唔通起卡走倒离开现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一个9个月大的红婴仔，昨暗时发现讲已经无生命现象，送医急救救无转来。伊的爸母刚开始是甲警方讲，这婴仔可能是趴咧困，无开翕死的。不过这病院煞是发现讲，伊的身躯顶有真侪乌青硬火。这囡仔的老爸才承认讲是囡仔咧哭，伊起醒地有动手甲拍，目前是向伤害电死罪方向来侦办。查甫红婴仔的爸爸，这细条的查甫人，互带转去调查。伊的妈妈细感的查甫人后壁嘛告警察局，因为因这9个月大的后生是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了后，互发现讲规身躯有真侪乌青含外伤。警方认为讲案情无单纯，检方伫23下晡进行验尸来厘清死因。父母2人在面对警方调查的时候，对于男婴的受伤原因避重就轻。目前已将2人列为重要关系人，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表示讲，第122的尾阿嬷接到报案，讲台中市东区有一个9个月大的查甫红婴仔是无喘气、无心跳，经过抢救嘛是宣告不治。这查甫红婴仔的爸母一开始是讲是因为趴在困才袂喘气，但是病院检查发现讲伊规身躯有真侪外伤。警方甲2个人列作关系人，对伤害致死罪方向侦办。真正呢，早点落正咧，哪有可能去拍囡仔？真啦，真就是大声啊！细条的查甫人后壁甲警方承认讲，是因为囡仔一直哭才动手甲拍。警方调查，这查甫红婴仔的爸母伫今年6月时阵离婚，查甫红婴仔含姐姐拢互妈妈来抚养。这个月20，妈妈是带查甫红婴仔对南投到台中含前翁做伙住几工，煞伫22发生遗憾的代志。我们脆弱家庭的部分也尽案做相关的服务了但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现到说案部有这个儿虐的一个行为发生南投县政府讲，这查甫红婴仔的妈妈伫今年5月时阵，互因翁拍，翁仔某伫6月离婚了后，妈妈是一个人伫南投车养2个囡仔，转做脆弱家庭。查甫红婴仔的姐姐目前是互其他的亲属在照顾，查甫红婴仔的死因，搁要等检方进一步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5车一间文教基金会办野队，不过有家长是指控讲，这志工对囡仔起骹动手，唔那甲因电暗棍，佮甲因压伫咧涂骹，交防中心已经插手处理。这穿蓝衫的查甫人，甲一个囡仔饲咧涂骹，边仔佮一个囡仔就徛伫咧边仔咧看。有家长指控讲，台中5车一间文教基金会后来咧办野队内底志工，竟然对囡仔暴力对待。他就是捏我小孩的脖子，然后往地上压，而且还压了2次。小孩起身之后还反着他的手。家长表示，因8月13带因6岁上小兄弟去参加这间文教基金会办的野队，结果当天囡仔回来了后，情绪就无稳定，暗棍个乌青，遂带去病院验伤。实际来到这间基金会工作人员表示，这志工本身已经退休，是来倒带野队的，嘛承认讲伊的行为确实不当。他这种动作确实是比较不当一点。为什么？因为他是小孩子嘛，那你要用大人的处理方式，可能对他来说他是承受不了。工作人员表示，这查甫人进前捌伫咧其他幼稚园食头路，退休了来基金会斗3工，代志发生了，已经请伊离开。台中市交通中心表示，已经介入了解，除了访视，嘛调查讲违反着儿少权法。违反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将处以新台币6万到60万的罚款。从事儿少工作的人都必须要有受过专业的训练，那机构必须要负起所有的责任。教育局表示，已经确定这间基金会违法招生收费、开班上课违反着补习以及进修教育法，要求马上停办，开单罚11万。另外，幼稚园部分兼办国小课后照顾服务，嘛无经过核准，嘛甲负责人罚6万，下令停止开班。记者综合报道。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咱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甲外交部长林佳龙，这礼拜是要去美国访问，甲对方的高层秘密对话，是这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的头一届。台湾积极和美国深化交流。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讲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和外交部长林佳龙这礼拜会去访美国，和美方进行秘密对话。这是台美高层交流的特殊管道，长久以来拢是安尼做，嘛是赖政府执政了后第一摆举行。有关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国安会秘书长及外交部长本周访问美国一事，外交部没有评论。台美之间的高层对话，很可能就是由于近期中共的一些就是活动，特别是它的战备警巡的频率，还有就是规模可能会增大，它对台湾的一些威胁，还有就是灰色地带行动的运用，连接到东海、台海跟南海的这个议题。台美高层的会谈拄好拄到美南经过台海，中国常态性政备警巡时机是真敏感。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助理部长施瑞福就捌讲到，特殊管道是真重要。学者分析，除了展现台美的互信，双方有可能对中国侵关台海情势紧张、俄罗战争这国际议题充分来交换意见。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民主党全大会第4天正式提名现任的副总统贺锦丽参选后一任的总统。贺锦丽伫咧提名演说当中，除了说明家己的政见，嘛强攻对手 Trump。伊是成立顶回总统大选了后 ，Trump 干涉国会暴动案做例。贺锦丽讲，伊是要互社会摆脱分裂，互这选民莫阁互 Trump 带美国行转去过去的回头路。也若是 Trump 讲这 Trump 是一个胜利人，伊是以利益为优先。贺锦丽讲，伊是要做所有的人的总统，就是要打造甲 Trump 颠倒兵的形象。民主党伫咧芝加哥的全大会第4天，现任副总统贺锦丽正式接受提名，将做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进前互媒体批评，论述无够清楚，也真少人了解伊的背景，所以就有45分钟的提名演讲，向选民自我介绍，并且展望未来。贺锦丽除了讲到因老母的印度移民背景，也讲到伊家己伫咧中产阶级家庭成长的经验。讲自过去做司法人员到即马规个职业，伊拢专心伫咧为人民立战。无亲像川普，连减税政策拢是为着好野人伫咧想。He intends to enact what in effect is a national sales tax, call it a Trump tax, that would raise prices on middle-class families by almost $4,000 a year. 贺锦丽警告讲，若是川普国倒来白宫，将会造成严重的效果。讲伊若是选调，将会实施中产阶级减税，并
并且重新签和川普否决的两党边境安全法案，还有支持生育自主，也就是倒台权。贺锦丽接到这边的演讲，希望大家团结，讲美国有机会建造一条新的路。Our nation with this election has a precious, fleeting opportunity to move past the bitterness, cynicism, and divisive battles of the past, a chance to chart a new way forward. Not as members of any one party or faction, but as Americans. 贺锦丽也讲，要强化安全联盟来应付海外威胁，并且跟现任总统拜登的立场同款，结束加沙的冲突。President Biden and I are working to end this war such that Israel is secure, the hostages are released, the suffering in Gaza ends, and the Palestinian people can realize their right to dignity, security, freedom, and self-determination. 伫演讲上尾10万粒红白蓝3色的玫瑰对会场的顶头飞来，将爱国的气氛带到上高潮。外国媒体评论认为，虽然贺锦丽以个人的职业生活有经历过真侪演讲，这场提名演讲也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支持，不过无法度带动加吸引大家。因为伊所落来的挑战就是共和党镇压继续的攻击加假消息的操作，高价加川普的现场辩论也是大家关心的焦点。公司新闻牛眼编辑。印尼将发生大规模示威，因为这国会想要修法，让总统上大的反对党无通选雅加达省长，所以讲到几万人去包围国会，甲车路拢占条条，交通袂紧袂动。为着安大平稳，国会是暂时退让，讲这个会期未审这条法律。伫咧印尼国会头前，有一阵愤怒的民众，有人想要甲违章诱导，学生因一个线一个排做人墙，甲电报警察相向。印尼首都雅加达日发生大规模的示威，几落万人伫国会大楼外口，甲车路占条的车拢无法度过，而且伫现场还阁烧脸啊等物件。印尼有真侪城市也拢发生示威，因为印尼国会拍算要修改选举法，让总统佐科维政治敌人阿尼斯无法度参选雅加达省长。Kami teman-teman hari ini datang ke gedung DPR kali ini dalam rangka mengawal putusan Mahkamah Agung nomor 60 tahun 2024 yang mana hari ini sedang diobrak-abrik sama Jokowi melalui balik DPR. 印尼宪法会议伫这礼拜裁定，地方首长候选人登记参选时阵要满30岁，而且单一的政党或者是政党联名提名地方首长选举参选人的条件，也自以前的地方议会要有2成的议席，降到无议席也当提名。不过国会就随通过紧急动议。推翻宪法法院的裁决，并且将上届参选年纪的限制改做伫咧宣誓就职的时阵满30岁就会使。这等于是为总统佐科维的上细汉后生卡桑，想要争取中爪哇省副省长伫咧铺路。卡桑今年12月25才满30岁。若是新的地方选举法生效，伊就会让伫咧11届参选。因那佐科会的大案后生吉布兰将会伫咧10届就任副总统。吉布兰参选副总统迄当阵，也因为年纪无够，被判定无符合资格。小命是伫佐科会人马运作之下，成功解脱参选。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南美洲委内瑞拉的最高法院早是裁定顶个月总统大选由现任的总统马杜罗胜选，不过有关是无公布计票的内容。这马杜罗当然是真欢喜，佮伊的对手贡萨雷斯是已经准备要落跑啊。也若是贡萨雷斯是伫咧网络顶看一张相片，指控选举结果是无效的。在大选了后，纷扰无断过的委内瑞拉，恐怕要面对新一波的动乱。美国最高法院当地时间2日针对选举的结果作出判决，裁定现任总统马杜罗伫顶个月的总统大选是摕到胜利。Nicolás Maduro Moros como 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para el periodo constitucional 2025-2031, así se decide.
这是伫美国充满争议的选举结果公布了后，第一摆互国家机关替执政党选赢来背书，而且袂当上诉。但是法院的裁决恐惊无法度互社会回归平静，因为反对派强烈要求的计票细节共款是无公开。马杜罗伫知影判决了后，大声话讲这是历史性的裁决，佮批评反对派的对手贡萨雷斯是鸭头龜，准备要让港到国外去。Señor Edmundo González Urrutia, míreme los ojos, cobarde. ¿Dónde está metido usted, cobarde? Lo reto a que nos veamos en las calles y le dé la cara a este país. Criminal, asesino, terrorista. A que salga de la cueva. 另外，贡萨雷斯伫社群媒体是发布一张图来回击，重申选举结果无效，而且批评法官敢若会加深美国的政治危机。委内瑞拉顶个月28是办总统大选，反对派原本气势真好，认为讲一定会赢。没想到选委会公布结果，马杜罗是以52%的得票率险险赢，引发选举造票的争议。连续几啊天示威拢无断过，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7个人伫抗议内面无命，190多个人受伤，阁有超过2000人掠走。公司新闻7万000亿。泰国将出现亚洲头一个 M 株的病例，是对非洲带病入境的。虽然这 M 株无亲像新冠肺炎是透过喙瘰真简单就染到，是爱透过亲密行为才小话。不过，咱的疾管署发言人卢义军嘛表示 ，M 株是早晚会传入来台湾，疾管署已经做好准备。M 株疫情最近伫咧国际之间继续伫咧传，泰国伫咧2日证实。国内出现亚洲第一例 M 株病毒第一期分子的支分子病例，这位病人是66岁欧洲的男子，10次自非洲入境泰国曼谷了后，过当天因为有 M 株的症状被送去病院，目前已經被隔離。ฝีดาดวานอนไม่ได้มีการติดต่อที่ง่ายเหมือนกับโควิดนะครับต้องสัมผัสใกล้ชิดจริงๆเพศสัมพันธ์นะครับ入境泰国的这位 M 株的病例，当地疾管署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同时也开始监控甲这位病人有密切接触的43个人。泰国也表示，自这么开始，对42个风险国家入境泰国的旅客拢要登記，而且伫入境的時陣就要接受檢測。การใดๆเลยครับไม่มีอาการใดๆต้องผ่านพ้นไปกี่วันนะคะ21 วัน21 วันถ้านับจากวันที่21 วันหลังจากสัมผัสใช่ไหมคะคือเราต้องนับไปถึงวันที่เท่าไหร่วันที่14ครับเราก็นับไป泰國嘅這件病例顯示，非洲嘅 M 株疫情已經進入亞洲。咱疾管署發言人陸一軍第2日表示，這個一禮拜就增加1000多例，已經是傳到其他嘅國家，這是無法度避免嘅代志。喺亞洲地區，台灣因為無直航非洲嘅航班，所以風險是比這個國家較低。但是病毒進入台灣是早晚嘅代志。因為咱國內已經做好相關嘅應用準備，希望民眾唔免傷過擔心。公司新聞沈樂培編譯。非洲南部的波扎那是發現這120年來全世界上大粒的酸椒原椒，就是咱邊仔看到這張相片，伊手裡體這粒強要甲手掌平大，稱起來是有2492克拉，伊計是價值4000萬的美金，破代票12億。2492克拉的大全椒原椒比拳头母较大。加拿大卢卡拉全椒公司伫波扎那东北边的卡罗维矿场开采出这个珍宝，佮将伊送予波扎那总统马西西。马西西我喊起详细看，好亲像已经看到伊经为国家带来建设。Kids going to school, food coming in, and I can see roads being built. 这大泉州甘那苏后1900年南非发现31006克拉的库里兰泉州后边，加做世界第2，也是波扎那开采出上大的泉州王。卢卡拉泉州公司是用特殊的电工技术精巧辨识，将伊完整开采，初步估算价值伫4000万美金，合代表12億以上。We used a lot of the mineral wealth to creat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for Botswana, right from schooling to employment creation, to boosting of the economy through industrialization.
保查纳是全球上重的泉州产地之一，产量差不多占全球2成。这几年国家跨国保育业者签登记，吸引更加侪投资开发。目前国际泉州介绍因为减少培养泉州，甲全球社会缩案的出世，面临倒车。不过，依然是保查纳重要经济动脉。总统马西西讲，每一粒都珍贵。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